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釋經靈修，今次係利未記6章8節至7章10節。溫馨提示，大家可以下載講義，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如果話1章1節至6章7節教導以色列人點樣親近神，6章8節至7章則確保當人親近神，神嘅聖潔唔被破壞。呢段經文最震撼嘅命令係，火要唔停咁喺祭壇上燃燒，唔可以熄滅。為咗維持呢團火，祭司必須喺早晨加柴，並且喺更換細麻袍子同常服之間謹慎咁處理灰燼。祭司要穿上細麻衣嚟收灰，因為呢啲灰燼嚟自獻俾神嘅祭物，即使燒成灰，仍然帶住聖潔嘅記號。呢啲工作極其枯燥，搬運灰燼、更換衣服、堆起柴火，但呢啲正係侍奉嘅核心要求，就係忠心喺神面前冇卑微嘅服侍、清理、整理、預備。呢啲看似次要嘅工作喺神眼中都值得尊重。多少時候我哋只想做大事，卻忽略喺唔被看見嘅常規小事上忠心。素祭係至聖嘅，必須喺聖處吃，且只有男丁可以吃。供應係恩典，界線仍要分清。呢種對至聖嘅敬畏，保護我哋唔使喺侍奉中落入平庸。素祭有一個特別原則，祭司自己獻嘅素祭要全部燒晒，一啲都唔可以食，咁樣表示佢唔能夠從自己嘅奉獻中獲利。呢個規定直指我哋心中嘅動機。我哋服侍神係為咗榮耀神，定係暗暗期待某種回報？我哋奉獻時間、金錢、才幹，係甘心樂意，定係計算報酬？跟住係贖罪祭。經文細緻，到血點樣彈，肉點樣處理，連器皿需唔需要打碎都包括在內。呢啲條例喺現代人睇嚟，或者過於吹毛求疵，但對祭司嚟講，呢啲係提高聖潔嘅敏感度。贖罪祭有一個特別安排，任何帶入聖所用嚟為大祭司或者為全會眾贖罪嘅祭肉都唔可以食，要用火燒晒。呢啲祭肉太聖潔，連祭司亦唔可以食。權柄越大，責任越重，靠近神越深，聖潔要求越高。處理罪唔能夠敷衍，呢個係唔係你對罪嘅態度？抵罪祭特別提到補償，神赦免人，但唔忽略修復關係，同神和好，亦要同人和好。聖潔唔單止向上，亦要向外延伸。除咗素祭、抵罪祭，又再強調祭司所得嘅份，呢個係非常溫暖嘅安排。神從嚟唔虧待守望祭壇嘅人，佢親自考慮到侍奉者嘅衣食住行，而且喺規例中為侍奉者預留咗恩典。我哋嘅責任係忠心服侍，神嘅責任係供養。呢個對你嘅服侍有乜嘢安慰同提醒？呢啲律例雖然古老，但係背後原則永遠適用。燔祭教導人持續忠心，素祭教導人信靠同自省，贖罪祭教導人對罪唔敷衍，抵罪祭教導人復和同信靠。神透過呢啲塑造以色列同我哋為聖潔國民。祭司懂得更換衣服，處理灰燼，按時加柴，先至係真正掌握自由意志嘅人，因為佢選擇將自由降服喺神嘅秩序。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